43人，佢所得到嘅票數係132351，恭喜晒 Anson！ 好開心可以拎到超級一年嘅年度男歌手，多謝球協啦，多謝 DJ， 多謝我嘅音樂監製 Evan， 多謝幫我填詞同埋作曲啦，仲有做音樂嘅所有音樂前輩，好多謝 Mira 嘅11位兄弟啦，跟住 AM 團隊蘇澤同埋我最重要嘅神童，多謝你哋，多謝你哋。頒呢個獎俾我啦，好多謝每一位投票過俾我嘅信徒啦，同埋觀眾。我好多謝呢一年幫助過我做任何音樂嘅所有前輩啦、朋友啦，同埋所有幕後嘅團隊啦，因為佢哋嘅照顧我先可以做到咁多唔同範疇自己好想做嘅音樂啦。要喺度好多謝屋企人啦，因為屋企人今年都好體諒我啦，亦都要再次多謝神徒啦。因為你哋每一日都俾咗好多嘅能量我啦，我都知道我哋係互相 back up 大家嘅一個存在體啦，所以多謝你哋啦。咁我作為Anson，我會繼續做好我任何嘅音樂啦，同埋影視作品啦。希望下年再俾多啲驚喜大家。Thank you。超級年度男歌手金獎得主 Anson， 多謝晒。好，咁啊頒發埋呢一個個人獎項啦。跟住我哋仲有個壓軸中嘅壓軸嘅大獎要頒㗎。冇錯啦，呢一個獎咧就係咧由我哋嘅年度歌手獎啦，個獎項最後5強名單，總共37位候選單位嘅投票出嚟。冇錯，最高票數嗰個單位咧就會獲